讲到这咸姜仔粉内面有掺会致癌的苏丹红这款色料，到昨为止呢，国内已经有16间业者使用着，目前查到的数量有超过21000公斤。这中央咸地园拢继续伫咧追查。云林县检方就查到这生斗六厂生过研发处长含一名研究人员，因是明知影讲这引进的原料内面有致癌的成分，却是偷改报告，为着要顺利生产出货予专联。目前这2个人拢放声押禁见。大批检调人员带队甲云林县卫生局，甲一箱的产品搭封条查封，涉案的制成公司卖红咸姜仔粉，互查出有致癌的物件苏丹红。检方2日发动搜查，约谈公司高层等人，经过核实了后，集团的负责人甲经理等5个人，以2万至150万交保，研发处生过处长甲生过员工，红绳押禁见。为求将公司之4合1调味粉贩售给某大卖场，竟变造实验室之检测报告。检方调查，这间公司斗六厂研发处长等人，当初引进原料了后，有送 SGS 食品实验室，出当时有验出苏丹色素3号，未记知影原料有问题，所以为着会当顺利出货予专联，涉嫌偷改报告，持续生产4合1的调味粉。苏丹红的风波愈加愈大，毋但司法要调查，各地方政府嘛持续对流向。台中市安处阁一届查到台中市163间专联门市等的通路，甲任何食品挂来卖菜脯饼、甲白胡椒饼内底，拢有保险公司有问题咸姜仔粉。有效日期是2026年10月12日的问题辣椒粉留下。前面所有的问题辣椒粉以及相关产品都已经下架停售，并持续回收中。几啊间公司的食品受到卡电，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已经流向16间下游的业者。到2日为止，落市封存的咸姜仔粉甲产品已经超过21000公斤。不过，会致癌的产品流向全台湾，嘛互外界批评讲政府的管控出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该查就查，该禁就禁，该罚就罚。现此时食药署嘛建议加强边境的管理。违规情节比较重大的，添加不应该添加、不可以添加的东西，就想要看看，直接一发现就从一般臭皮直接跳到把那个厂国外的制造厂把它禁掉了，顺利的话3月就可以上路了。照目前的办法，进口食品若出问题，为一般查验、加强查验到搭配查验，上尾才是禁止进口。不过食药署表示，未来会加强把关，只要进口的食品验出有毒，或者是有有害的物质、假包的，也是有咱无应该掺的物件，就算是初犯，嘛会直接禁止进口，上紧3月份实施。记者综合报道。